雪兰莪巴生港口2家油漆工厂和2家仓库今天下午发生严重火灾，由于厂内存放大量的易燃物品，火势迅速蔓延。这起严重火灾发生在下午2点45分左右，黑色浓烟甚至从几公里之外都能清晰地看见。雪州消拯局行动组副局长阿莫穆克里斯证实，消拯局是在下午3点01分接到求救电话，随即就调派巴生港口消拯员赶往现场，同时获得了巴生北区、巴生南区、安达拉斯以及沙亚南多个分局的全力增援。根据初步评估，大火已经吞噬了工厂大约65%到80%的面积。消拯人员抵达之后，立刻就拉起了封锁线，展开紧急灌救，试图切断火路，防止火势波及附近的建筑物。所幸现场并没有传出人员伤亡的消息，整起起火原因还在调查当中。